屏东一个姓陈的角头老大的张中道伫高雄市，和这个庆手埋伏开枪拍死了呢，互外界真着惊。因太太即嘛是屏东县坎顶乡这个代表会主席，这个叫做林子如。 这进前一名已经是最后一个班机为新加坡赶返来台湾。早起呢，高雄区乌山带囡仔去高雄市立殡仪馆等候解剖的时，现场有一名白衫的查甫人抓护线甲保护，避免讲伊和这个媒体搅扰。因为死者身份较敏感，背后蕴藏着角头势力的温怨，警方就加强戒备，动兵部署，防止帮派发生冲突。 穿乌衫、挂乌林目镜嘛，看得出伊的表情悲伤。伊是单线角头鸭头因某，30岁伊嘛是现任屏东坎顶乡民代表会主席。听到消息，昨就带囡仔坐飞轮机为新加坡赶返来台湾，一头扎到殡仪馆等待伤案结果。 专程有袂少穿白衫的查甫人伫个边仔陪伴，因为鸭头的身份敏感，就惊过程中会引发着冲突。警察局嘛加派人力来现场看顾。警方即届出动10个制服加便衣，周边的派出所嘛拢做好准备，若是有情形就会随时出动。鸭头互人枪杀，虽然枪手投案，不过疑点也是真多。这个杀人的计划可能已经安排真久。35岁杨姓嫌犯伫咧透早5点外早2支底穿伫咧导游店的附近埋伏，等目标出现。一看到人就随走出来开枪，看到人倒啊就随倒走，落尾阁自行投案。不过伊向做代志真认真的鸭头，哪会互人知影行踪？对方背后的踪镜人就是刷落来追查的重点。 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